台北的旧南门市场大楼经过4档的改建，伫个拜市重新开幕咯。即马针对这个改建的成果，有一寡欢乐其实拢真满意。新的市场毋但是骹路变快，阁会当用数位的支付。也毋过，其实有人反映讲，其实这信号无啥偌好，所以有可能会影响到使用的品质。也那市场的主治会是来表示讲，已经有请业者赶紧来处理。 台北的旧南门市场大楼有40多档的历史，自2019年启动4年的改建计划，自今年10月初1开始试营运到3个多月，然后伫这礼拜四重新开幕。就算讲到下晡2、3点，人阵又悬真多，新市场卡路毋但变快，单位嘛较大，物件拢通摆甲整整齐齐，方便人客景。市场的老档商嘛真满意。咱做了大家每一家店吼，拢足顺利的啦。 我感觉这动线啊也好啦吼，冷气也好吼，交通的便利啊，拢比以前介方便，所以讲人客拢加足济。车位毋是无啥搞，是车道的问题。咱这人客迄种个车拢比大台，来的时阵伊就变讲还比较难开啦，就是说。 请客人稍微见谅一下啦。南门市场历史真久，变到到年这一节民众都来到这买年菜、肉粽等等。为了要让市场转向现代化、吸引少年的消费者，南门市场嘛提供数位支付。但是有当商反映讲，市场内底信号歹，致使数位支付无法度使用。南门市场主治会会长表示，有请电信业者来处理了。三大电信公司伫咱内底吼，加强伊的信号啦。 后礼拜就要入工伫咱长线，应该是吼，种问题慢慢改善。市场主治会会长讲，针对其他的缺点，因会阁继续改进。目前有9成的大商拢对新市场真满意，而且市营运到达，人客一直拢在成长。毋但老主顾回来，也有侪少年家观光客专工来遮踅，因嘛毋望市场会当变做台北的观光景点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